帮你抓吧。哦。好，没事儿，老板，没事儿啊。要不要试试旁边那个？那个更容易一些。老板，要不这个就算了吧。试一试。哎呀，再试试。叫娘。晨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说，我是跟你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感觉到你的气息来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不信。女朋友啊？啊，这是晨晨，你们见过的，在便利店，我们大学一个系。哦，想起来了。哎，叫娘。谈朋友。不是，这是我老板顾总。啊，老板。他老板。你好。再试试吧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小娘，你现在还在学设计吗？啊，一直在自学。哎呀！我报了一个补习班，晚上上课，要不要做个伴儿？啊，再说吧，我考虑考虑。再往右一点。都怪你，一直跟我说话。哎呀，我来，看着都着急。看好了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停电了。我马上就加上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！